先來看新竹一個查甫人，伊是食酒塞車，佇德仁市場附近呢是安尼小煞去弄到路邊的6台汽車甲奧多擺，而且弄到了後，毋但是無想要停，閣想要逃走去。後來是互民眾甲抓落來，全徛佇邊仔，假做是一般人想要來看熱鬧。尾仔這警方呢是有當場甲抓到，照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署偵辦。我都沒有跑哦，來是吹酒車，我都沒有跑，我說我有喝酒了。看到警察駕駛一直解釋家己無逃走，警方騙到這查甫人規身軀攏酒味，遂提出機器叫伊趕緊滾。聽我們指示，一直吹到我們說停再停。啉酒醉的查甫人講家己無逃走，不過看監視器畫面煞唔是安尼，一台轎車先弄到停佇路邊的6台汽機車，駕駛無停車，煞繼續向前駛，尾仔是互民眾抓落來，走袂去才停車。你是食燒油還是啉燒酒啊？講你跑落來，我本來想要跑啊。代志發生在新竹市德仁市場附近，姓李的查甫人對工地拄下班，駛車沿路弄到路邊的汽機車，但警方到現場卻找無駕駛。原來伊假酷酷徛佇路邊，假影家己是一般民眾電星，互警方當場抓包。對於林男實施以酒測，酒測值已達法定標準，警方當場逮捕林男。全案偵訊後，依涉犯公共危險罪嫌，移送新竹地檢署偵辦。飲酒塞車已經涉嫌公共危險罪，將甲這個駕駛上班，除了刑事責任以外，也要擔起損害車輛的相關賠償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